好。单手握拳朝鼻子靠近。手语笔法，你们好。中文意思，大家好。手语笔法，老师好。中文意思，老师好。不好。单手先握拳在鼻子前向反侧将五指打开。手语笔法，我手语不好。中文意思，我的手语不好。手语笔法，那公司不好。中文意思，那间公司不好。听长者，听人。双手伸直在嘴前及耳旁前后动。手语笔法，我听人。中文意思，我是听人。手语笔法，那女听人。中文意思，那位女生是听人。聋人。单手五指并拢盖住耳朵。手语笔法，他聋人。中文意思，他是聋人。手语笔法，那聋人有名。中文意思，那位聋人很有名。聋人。双手五指并拢盖住耳朵及嘴巴。手语笔法，我聋人。中文意思，我是聋人。手语笔法，你聋人，抬眉。中文意思，你是聋人吗？听障者。一手五指并拢盖耳，另一手食指伸直在嘴巴前方前后动。手语笔法，我听障，手语会一点。中文意思，我是听障，只会一点手语。手语笔法，他听障，习惯说话。中文意思，他是听障，习惯说话。听不到。手五指并拢碰耳朵向耳后拨动。手语笔法，我听不到。中文意思，我听不到。手语笔法，老师说什么，我们听不到。中文意思，我们听不到老师在说什么。手语。双手五指伸直在身前交替向前绕圈动。手语笔法，我手语会。中文意思，我会手语。手语笔法，请你手语慢。中文意思，请你手语比慢一点。说话。食指伸直在嘴巴前方前后动。手语笔法，我聋人，说话不会。中文意思，我是聋人，不会说话。
手语笔法，请你说话慢。中文意思，请你说话慢一点。